家平安，欢迎收听8月初2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上主的带领。要读撒母耳记下2章1到11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，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，寻求他的引导。诗篇27篇第4节。有一位妇人，她站在十字路口，重复将她手中的拐杖抛在地面上，每次都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在讲什么，然后就将拐杖丢出去。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哦。路人忍不住就问他：你为什么不断把手中的拐杖抛在地上呢？妇人回答：我走到十字路口，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，哪一边我不晓得，所以我求上帝来指示我应该走的路啊。每一次我向上帝祷告完之后，我就会将拐杖抛出去，好让上帝来带领我。那路人又问那这样做一次就够了啊，为什么要抛那么多次？这时候妇人又回答：我在想，我应该是要走右边这一条路啊，但是拐杖偏偏不听话，就一直指另外一边，所以我就不断的抛啊。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许多的重大决策或者是转变，然而这些都可能影响我们前面的道路和我们的未来。我们并不是孤单面对这些的挑战，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信仰寻求上主的带领。撒母耳记下2章1到11节记载了大卫他如何面对国家的转变，寻求上主指引他的前面道路。让我们一起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学习，看上主如何引导大卫，大卫如何寻求上主的引导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看大卫他仰望上主的应许。大卫在面对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去世之后，获得了犹大家族的支持，成为犹大的王。然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部分，他大部分的支派都是支持扫罗家族，他的儿子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继续争夺王位，所以我们看到形成了两方的对立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大卫并没有马上采取主动来征战，而是仰望上主的应许。他先求问上主：我是否应该上去犹大城？得到上主的允许跟确认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是的智慧是帮助他先寻求上主的心意，而不是轻举乱动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他依靠上主的保护。大卫在寻求上主的带领之后，他决定前往希伯伦，并被犹大支派来支持做王。然而伊施波设他仍然继续来争夺以色列的王位，因为大部分的支派都支持他。在这样的局势之下，大卫并没有攻击，而是先让伊施波设自己来消耗力量。大卫深知自己需要依靠上帝的保护和帮助，他让上帝的时间和旨意来成全
他应该承担的使命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在寻求上主的带领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相信上帝会保护和看顾我们。第三，我们要看大卫寻求上主的策略。面对征战一定要有策略在一定的时机，大卫和以斯波瑟的军队会在基遍相遇，这是大卫有机会来结束两方的冲突，但他再次寻求上主的策略，他选择了退后，不让两军征战，而是等待上主的时机。大卫安安静静在犹大地区来等候了7年零6个月，他并没有发动内战来争夺王位，因为他知道，既然上主已经高抹他做王，上主会自己负责除去一切的障碍。既然上主已经把他送上犹大家的宝座，相信上主也会负责把他送上整个以色列的宝座。等候上主是最不容易学习的功课。被人追赶的时候不容易等候，坐上宝座以后更不容易等候。但一位生命成熟的王，无论是在旷野还是在宝座上面，他都必须学会等候上主他自己的带领。我们看到大卫先仰望上主的应许，因为上主已经应许他要做王。再来，他倚靠上主的保护，他知道唯有上主是他的力量，他的帮助。过去他经验过了，最后他寻求上主的策略，给他智慧，有策略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在面对我们生命的转折、重大的决策的时候，也可以学习像大卫一样，你安静祷告，来寻求上主在你的职场、在你的婚姻家庭当中如何引导你。在寻求上主的带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依靠上主的保护跟帮助，我们相信上主的恩典和慈爱。同时，在面对特别是在职场的竞争当中，我们需要寻求上主的策略，等待他的时机和他的心意。透过这样的一个寻求和依靠，我们相信将使我们走在神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道路上面。我们来默想，当我们祈求上主引领我们的工作家庭、婚姻、我们的学业，究竟是你要顺服上帝的带领，还是只求上帝要符合或者是成就你的心意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带领者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带领。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，在面对生命当中重大的决策或者是转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和带领。上主啊，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和无知，我们无法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你知道每一个时刻和每一个需要。求你在我们的心中点亮你的指引，让我们看清前面的道路，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像大卫一样，需要依靠你的保护和帮助。特别我们在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恳求你施恩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脚步不至于跌倒。
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洞察力，好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为人，如何因应各种的局势。我们求你，让我们在寻求你的过程当中，带领我们更亲近你，更加顺服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时时刻刻都有上帝的带领，走在他恩典之路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